各位老友，而家喺內地買樓咧，唔單止要睇 location、睇銀碼，更加要睇發展商。好嘅發展商買得安心，後期住得更加安心。今日帶大家嚟睇下央企保利嘅天字係高端之作，特別適合我哋香港街坊後期翻嚟自己住家。一於去睇下有幾正。喺廣州同名嘅保利天君咧，要賣到過千萬一套。喺中山，你只需要攞出1/5嘅價錢，就可以攞低過千尺嘅豪宅啦。而且最緊要嘅係樓下就係廣州地鐵18號線，45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江新城。隔離仲有中山最大高鐵站中山北站，25分鐘就可以去到廣州南啦。屆時仲可以坐高鐵直接返香港，而且喺呢度揸車只需要45分鐘就可以去到深圳灣。可以講買咗呢度就可以享受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啦。而家我哋睇緊嘅係118方4房2廳2衛單位，南北對流嘅戶型，採光十分好，住得都係十分舒服嘅。樓下仲有千畝嘅人才公園，得閒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去曬下太陽、跑下步，都係十分寫意。而且我哋樓下仲有恆溫泳池、健身房，任你使用。最緊要嘅係我哋而家呢度係現樓現證，即買即入住，買得安心，住得舒心。呢個單位全屋都係精裝修交付，用嘅係一線品牌。睇下大門口呢個位置，就到一排鞋櫃都係非常實用。再嚟望下呢個客房，可以做個長者房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跟住鏡頭再嚟睇下你休息空間嘅3間房，呢度咧可以作為一個客房或者茶室，都係非常有情調噶。再過嚟就係我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呢邊可以作為一個 BB 房，採光都係十分之好噶。最後睇下你嘅主人大套房，擺咗個1.8米大床，做到3邊落床都係完全 OK 嘅。陽台望出去就係我哋小區園林國際雙語學校，對面仲有重點嘅省中學。住喺呢度，小朋友由細到大嘅教育配套都幫你配齊晒啦。可以講行路過去都可以返學啊！呢個屋苑唔單止有118方單位，仲有89方嘅3房單位同178方嘅大平層單位。而家購買呢度呢，發展商唔單止送你首期補貼，仲會送你2年嘅物業費啊！大家覺得呢個央企保利嘅單位如何呢？歡迎評論區留言，我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